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较温暖的新闻。目前，人伫咧台湾的飞达的执行长黄仁勋，除了承诺会继续来投资台湾之外，嘛呼吁台湾爱发展家己的主权 AI。黄仁勋阁讲，台湾就是飞达的一部分，飞达嘛是台湾的一部分。伊讲，伊爱台湾，伊讲台湾真正是有够赞。黄仁勋阁学到台湾人善良有礼貌，所以伫咧台湾，伊将来拢无担心过家己的安全问题。谁有笔？这里。伊的教父开金口，大家笑水伸出来。黄仁勋不管行到倒，必须马祖出巡，而且若签名翕相，佮请大家吃物件。Okay, pass it down. 谢谢大家。Pass it down, you guys. 就加要将和媒体等于收忝，黄仁勋拍手送水含凉气，一关接一关送，大家是欢喜甲噗噗跳。我给你们来哦。我当然向你标准。OK， 这来。Your hand-eye coordination is no good. 到三种语言，甲大家开起来交流线，官商可以插体。只是伊安尼四界走踪，四界拍拍走，敢讲袂烦恼伊的人身安全。I feel perfectly safe. Everybody's so nice and polite. That's the spirit of Taiwan, right? 过去黄仁勋讲，无场中无就无台积电，无台积电就无飞达。这边一进一步对台湾大声说情话。NVIDIA is part of Taiwan. Taiwan is part of NVIDIA. I love Taiwan. Of course, I love Taiwan. Yeah, Taiwan is incredible. 爱台湾的心是调伫咧伊的心关系，嘛继续奋发对台湾的事业，呼吁台湾爱给你投资伊选用的主权 AI。Every country should invest in their own AI. I'm always investing in Taiwan. This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. 黄仁勋应该搁伫咧台湾选一礼拜，礼拜日伫要上场的台台演讲备受关注。压力很高啊！讲对吗？压力山大。压力山大。你要教我讲中文。时到会阁有啥物话题？北中含国内外科技大厂拢真期待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